要嘅開始，原本就係解釋，結束之後嘅開，根本唔需要解釋。想寫個開始，但人哋當咗係解釋，我心知開始唔使解釋，早就俾人當成想完結，完結一切真係好辛苦。我想要個解釋，解釋點解非要完結。我好清楚，要嘅唔係解釋，而係你總係忍唔住，要你親口講出嚟，咁我先至可以決定係咪真係要完結，完結一切，再嚟一次開始。